你听了一遍之后，在后面再一次，然后跟。Papina uparo noruma nahira. Anan uparo noruma naira. 这个再提是要怎样？这题是练习，让我们是全叉叉吗？不，是让你练习怎么回答。对，所以我们跟着面对。我觉得这可以练习回答，因为我们没有题库那个回答的。其实就那它的贴法不一样。那么是6嘛？如果是6个的话，它前面会加那会加把如哪一个？他如果说问你，你那古巴鲁努嘛，努米苏，你就要讲下面就努马姑。对不对？他如果问了什么？因为他是他们家。对，他们家。那如果是考试，他一定会问你嘛，对不对？一般来讲，这个家的比较会考。Usitu kisohau. Hai usitu ako. 这是最简单的，对吧？需要回答的。Mama ang kiso. Asasa kumpatan ako. Mauratay hau. 在下雨不，太阳出来了。Mauratay hau. Saay masakit ako tukul cita. Pina ay kuwiti imatini. Sepatay kuwiti. 18代是什么？18次，18就是4，然后4点钟是8代，那6点。能卖。它不一样吧？不是加代的。能卖，因为后面是卖嘛，能。麦当劳的。对，天上掉下来的吧？我已经擦过了呢。可是刚擦一擦掉下来。不可能。已经擦过了。天上怎么会跳这个？那个壁虎啊，壁虎的也是这个啊。是的。所以东西多，那个壁虎都会藏起来。有沙古维梯，有沙爱，风就爱。现在是4点。用猜的嘛？不是，很厉害。你现在练习用回答，这个好难哦。为什么？他这也是初级的啊。Papina ko saikaka numiso. Cicay kumamayang akaka ako. Cicay kumamayang asama ako. 那么多题，那么多的题型因为他都是在里面挑几题。对，选择题其实也会在那边，我们只是一直看那个考试的题型，你不会回答。我们先教家常会的部分，让你学会回答。Nalitua ay kiso atay ni anini. Nanima ay ako atay ni anini. 就是每次都要加一些什么东西，这个真的忘记。真的哦。对啊，什么阿妮也不知道是。阿妮是今天嘛？来。对啊。那你从他说你今天从哪里来？阿妮是今天嘛？然后带你是什么？我带你来。带你。还是要印吗？印不用吧？你之前不是有印一本，然后它这里面这个题型里面就有。金曼普吧，那个女生是谁？对，就是这个比较难，因为那你猪啊？就是你看自己走，有
就是我加我